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宛如一个病患送进这个加护病房当中。而那时候我的主治医师就是赖清德赖医师我们完成了一个历史上不可预测的一个奇迹的出现。而这个奇迹的出现在哪里呢？一来，它是在这一次的补选的过程当中，补选率投票率最高的地区；二来，它是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民进党气势最弱、韩流最强的时候；三来，它是一场短暂的战役当中，却能够来回2次逆转。第一次我被谢龙介逆转，第二次我逆转了谢龙介。这种3项纪录其实非常的难得。我昨日想到提本，我想要用一本来感谢伊316的收听支持，感谢你，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本签名书，是我们书中2位男主角今天在这边共同发表，特别的有意义。这本册呢，就那亲像国文头拄仔所讲的，毋是咧记录胜利啦，这是咧礼赞民主，向人民致敬。我若12万分感谢咱所有福洛乡亲时代的支持，到有法度成功逆转胜。第一个意义是因为是伫咧韩国瑜韩流发威赢到高雄市市长了后，距离上近的一场选举。虽然是补选，但是时间上个接近。那么其他还阁有彰化，嘛还阁有新北市。迄个时阵，即个韩流还阁非常激烈大家感受到迄个韩流的迄个威力大家拢会心肝，其实大家拢会惊。但是后来经由大家拍拼，咱甲韩流挡甲韩流挡。不只是时间上个接近，嘛地点嘛上个接近落，所以咱有法度甲挡起来，无韩流继续搁向北行，这对整个迄个政党的力量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第二个重大意义是啥呢？就是这场的选举，这场的补选，同时是咱就甲定位做守护台湾、维持民主的一场选举。特别是正月初2，习近平讲出15点，了后讲台湾只有一条路通行，就是一国两制。国民党所讲的9二共识、一中国表，并无存在空间。因为根据习近平所讲的9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伊即摆看香港即个情形，就知影讲3月16日立法委员补选，即场选举对台湾的重要性。若总讲有年11月249合一的选举，民进党大败，所以习近平发表15点，若总讲咱补选阁输去，伫台南民主的圣地，上届支持民主的一个选区阁输去。你想，中国对台湾所采取的手段，应该不止如此呢？伊会阁进一步，压迫台湾。香港的这个代志，咱看得足清楚。跟我们大书版签上我们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医师的签名，再一次的透过这样的支持跟肯定跟加油，让我们的国文立委可以在这一次更有力气继续努力，迎向高票连任。
我跟国文第一个行程常常都是早上7点，在选区里面的十字路口、大庙或者是菜市场来恳请父老乡亲，3月16号无论如何一定要出来投票，而且要集中选票，全力支持登记第2的郭国文。很多人跟我说，我这么样的冲，好像比我过去竞选立委、竞选市长还要卖力。没有错，我为什么要如此？去年9合1选举啊，民进党大败之后，基层士气非常的低迷。我感受到，民进党此时此刻，真的只剩下一口气而已。是希望民进党大家能够团结、和衷共济，共同面对目前的困境，然后打赢立法委员补选这场重要的战役。台南过去是民主的圣地，一直都是捍卫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所以这一次的补选，我深知我们责任的重要。民进党有责任要重新站起来，跟大家一起奋斗，为台湾的民主，为台湾的主权，也为了台湾长期的发展。民进党绝对要坚持下去。大家好，我是一清妙。今天真的非常恭喜，国文先生出了他的第1本书《苦瓜脸的逆转胜》，我真的非常高兴。我跟国文先生认识了已经有大约5、6年的时间了。当时国文先生是台南市议员，然后当时的台南市长赖院长，他们2位呢，一直很积极的想要把台南让日本人去认识，所以找到了我，让我写了关于台南的书。那之后呢，我也被赖院长聘请为第1任的台南市的亲善大使，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机会的话，我跟台南的渊源也不会变得那么深，也不会变得那么好。所以我要感谢国文先生。然后我一直以来就是5、6年看到国文先生一步一步的靠近自己的梦想，真的我要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希望呢今后他会连任，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跟日本之间的絆就是絆会更深。也希望院长以及国文先生也会常常来到日本来玩。真的非常恭喜，希望这本书能够大卖，谢谢。大家好，我是吴思瑶，吴素瑶。今天是我立法院的好同事郭国文大哥他的新书发表会，要祝福他新书大卖。在我心目中，他一点都不苦瓜脸，但是逆转胜呢，是蛮辛苦的。但这一次他一定会顺利连任，因为他的认真表现，大家都看得见。那出书其实不容易，这记录了他努力奋斗的日子。那思瑶也要赶快来趁机打书一下。我也出了一本 Real Local 北投天母，希望思瑶的书跟国文大哥的书，我们都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定要高票来点，为咱台南人来发声，加油！大家好，我是高嘉瑜，要跟您推荐立法委员郭国文的新书《苦瓜脸的逆转胜》。其实我跟郭国文一样，都是来自平凡家庭，靠自己的努力才有机会走上政治这条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去年郭国文的立委补选是非常艰困的一战，嘉瑜也到台南去助选，发现其实就算寒流再强，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温暖，然后团结努力，就一定能克服寒流，带来暖流。那郭国文的胜利代表说，即使是苦瓜脸，但是逆中求胜还是有机会，只要有坚定的意志，继续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也祝福郭国文委员能够继续秉持着苦瓜脸的精神，在政坛上苦民所苦，然后能够为市民、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那祝福这本新书大卖。各位爱台湾、顾台湾、为着台湾第2选区的各位郭国文要出来
竞选连任立委，这人比了真好写，话嘛真好讲，服务也真好，所以你就读这本册读看，哦，读看我伊的政治路途，爱甲你服务的经过，哦，甲看较详细。但你这人会使，互你选做立委时。